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初3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偏澳的海巡大进晚88号，将伫咧金门料路湾东北东方，和中国海警船查落来，连人含船拢往压去中国福建。那也立委启动这国会调查权和民众党合作通过假电视调查专案小组，不过立赢立委认为这程序无正义，最后是退一公击。印度的宗教活动聘请正出名的师傅来钢筋隧道，吸引5万到8万人来，结束时阵说是人打死人，警方表示尚无有121个人死亡。讲到偏澳的渔船大金晚88号昨暗伫咧金门的寮路港东北东方，去互中国的海警船查落来，硬抗去检查，这船长带这船员含3名的外籍渔工，人含船拢互押去中国福建的围头港。海巡署今早起开记者会表示，互查扣地点是中国领海内面，也呼吁中国莫用政治因素来处理这件代志。中国海警14507，这里是台湾海巡 PP 1中洞810向你呼叫。对上影像公开，咱国海巡人员向中国海警船公布，要求随释放本国籍渔船。咱国偏澳籍渔船大进晚88号，初二暗时8点外，伫金门寮路港东北东方23.7海里，去中国海警船上船检验扣押。位在陆方领海内，且目前为中国湖际休渔期间，后续将由陆委会渔业署透过两岸管道接洽中方。海巡署呼吁陆方不要用政治因素处理这起事件。大进晚88号，福因查验的所在是离中国晋江侵附近11.2海里，离中方领海基线2.8海里。伫中方领海内，海巡署缉捕了后，拢总派出3只海巡艇去救援，一路超过中方领海基线，直到中方内水，离晋江环济港5.4海里。不过中方陆续有7只海警船集合，双方对象挖近1点钟。为了避免相关冲突，海巡署停止对峙。到尾大进晚88号，福因押登去福建围头港。我方立即向海警船广播，邀集立即释放本国籍渔船。对方亦向我方广播喊话，持续广播，要求释放大船未果。为避免升高冲突，停止紧追。海巡署嘛进一步表示，中国伫发布海警3号令了后，中国海警的动作嘛变大。今年甲较早无共，伫休息期间全面强力执法，已经管理外国渔船138只，上船检验14只，查扣一船10人。海巡署嘛特别提醒咱方渔船，也是来往附近的海客船只，爱提高警觉。海巡署会加强巡逻，全面提升执法巡逻。行政院甲陆委会嘛做回应，希望中国赶紧释放咱国的人甲船，确保人员平安。本案是我国渔船闯入休渔期的陆方水域作业，因此交予陆方执法，期望陆方尽快释放我国人船，确保人员平安。对这件代志，中国海警局是讲，查扣咱台湾渔船违反富贵休渔规定，另外使用的网具比规定的上细网目寸尺细目真侪，破坏海洋渔业资源生态。行政院是呼吁中方唔通将渔民单纯的违规行为，相关到无必要的手段，引起渔民的不安。记者综合报道。偏澳的渔船大进晚88号，这船长带这船员含3名的外籍渔工，人含船拢互押去中国。这船头家表示讲，目前联络不到船长，已经有派人去直接。受到这事件影响呢，这偏澳含金门渔船今日出海，上好是避免限制水性，避免来引起冲突。那金门海巡规工也拢加强巡逻嘅戒备。江属大进晚船队的船啊，初三透早就停伫渔港休困整理，其他船头家渔船啊继续出入港作业。偏澳渔船大进晚88号初二暗伫掠小港的时阵，和中国海警船严定检，目前扣押伫中国福建围头港。大只船长在内5个船员嘛去带走，海船长伫操心八百。当下伊甲伊拍照，伊就停止作业，忙起来啊，起来就往东行驶了。他们一直跟跟到最后就。那个比较大艘的中国海警船就从前面包抄人员上船强行带走了。船头家讲，也无法度和船长联络，已经找人去中国直接。代志就发生，官方民间拢即时动员。偏澳县长陈光福呼吁陆委会等单位协助救援。偏澳两岸交流协会嘛联络围头港的泉州代办等单位，确认相关的救援事项。泉州的台办。
还有泉州的海巡署跟国台办这边是不是他们出面可以去帮忙了解后续的如何去救援？毕竟还是要生活嘛。 但是就尽量避开那些就是比较有争议的海域啦。船主兄哥讲，其他的船只同款的正常作业，因为大金本88号起港口啊，早期偏海的渔船出港了，拢尽量闪开限制的水域。因为代志发生在金门附近的海域，吹沙透早海面上也有几只金门海钓船在作业，沿海甲港口边啊，有海巡人员在加强巡逻戒备。这个情形多少有一些影响，所以我在这边。 也呼吁我们在渔船在出海的时候，要尽量避开这个限制水域，不要去这个做一个无谓的纷争。金门偏海的渔船啊，拢来闪开限制水域，也毋过两岸渔场小啊。根据海巡署统计，中国渔船伫去年有1034只架界，今年顶半年嘛有533只。 渔业署长张志成强调讲，这个海域本来就是两岸渔民长期公家的作业区，即马是中国的休渔期，希望大家面对现实来处理，和台湾渔船赶紧回来。记者综合报道。一人讲到这中国因是继续扰乱台湾，马祖南港机场昨早起也头一届出现中国无人机器遐扰乱，而且伫咧机场的天顶飞20分钟遐久，除了影响到飞安海国内航线延误起降1点钟。这马祖防卫指挥部就表示有充分掌握通知各单位监控海空域的动态，也会看威胁的程度来做处理。不过专家是认为讲。 中国遐接来乱，咱的政府应该要有积极的方式来应对才是。中共持续加强扰台，马祖南关机场初2早起头一个出现中国无人机干扰，差不多早起9点外，马航部通知机场塔台，离南关机场9点3公里有一台中国无人机，塔台嘛随提醒一台准备降落的离边航空班机爱注意。 马防部侦获中共军用无人机在防区的周边空域活动，因飞航路线接近民航机的起降航道，为了确保航安，依照处置程序通报南竿机场塔台完成相关的处置。 离边航空有2个航班因为安尼延误，南关机场主任洪登峰表示，这是头一届有中国无人机这么晚进南关机场。不过其实中国无人机毋若走入来马祖，较早嘛捌真侪届伫金门2大岛伫飞，佮甲翕到的军区影片传上网，严重影响国安。中国大陆就是常态性的无人机都在上面飞行干扰，或者是收集一些影像，然后过去在它的 媒体上面做放送，我们在这一方面，军方要有更积极的作为啊！有干扰枪，为什么不把它干扰掉呢？台海紧张国际升悬，国防部初3公布，到早起6点进前的24点钟内，拢总查到共计22台，其中20台飞过海峡中线，佮侵扰北部、中部、西南甲东南空域，上近离无人片敢若44海里。另外有6只共艦持续伫台海周边活动。国防部讲，国军已经运用任务机、任务蓝架反地飞弹系统，密切监控甲应处。记者综合报道。 代替229车厝新自强号6月1日，因为水泵山雪来败马，事故到大约2礼拜咯。代替公司今日开说明会，公布这调查结果。伫水泵山进前的3分钟，监控人员拄好去便所，无注意到，就无来通报。代替也做出这行政的停处。董事长杜比家己请罪，也拿监控的值班人员记新改2改，这回有8个人受停改，相当的有记过。 代替229厝新自强号6月2日伫好人磅坑南口弄到土石流，造成9个人受伤。外界关心代替敢是去，伫事故前19分就翕到土石流，煞无人通报。代替董事长杜维初3说明，发生事故的时阵，监控人员有伫值班室执勤，2台辅助摄影机的画面拢有显示有伫监测荧幕，不过人员无注意，才会致使无及时通报。发生这个事情的。 那个当下他人是在里面，他自述呢，就是他在里面有做监看，但是他没有注意到那2个荧幕，他的确没有看到，所以他也没有反应跟通报。花莲港务段值班室配置，值班规定是日4点钟派人监看，迄天下晡4点30分至49分，
负责值班线路监控人员有伫值班室执勤，不过4点25分至27分捌离开值班室去厕所，尾仔是因为无注意到土石流溢流桥面无通报。针对这件事故，代替处罚8人，线路监控人员因为无注意、无及时通报处理，先改2支，其他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公务处长等人也因为督导不周，互人处罚。董事长杜美嘛自请处分。我本人也要负起完全的责任哈，所以我上礼拜我已经跟部长哈申请自请处分，特别哈这个对民众哈、旅客跟社会啊来郑重的致歉。那敢若处罚有疏失的人员，原来有奖励人员，包括受伤继续执勤姓陈的司机员记功2支，姓黄的列车长记功1支，还有2个服务员各记嘉奖2支。另外，代替嘛提出4项改善措施，一定7月底前完成野溪疏浚整治、大清水溪铁路桥设置土石流溢流告警系统，现场辅助摄影机摄造详时显示，加派由2个人24点钟监看，正设宜花东地区铁路沿线组架设施加告警系统，225位4级优先注意的山坪，今年底完成设置，拟定全路路线防护计划，希望会当减少意外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落大雨的关系，各地头一直传出灾情。花莲有游客呢，伫咧溪边耍水，却撞到做大水掉伫溪边。另外，这大高顶线的汉本路段，今早起也出现大粒石头，连落到这车路顶头。咱来讲到苏花公路下这个河前到中德路段，嗰度搭是水崩山，但嗰度工啊总算是抢修来完成。今下晡2点拍通，公路总局采用时段性放行管制。那个再不离开的走不了啦。大雨不断，警方直直广播区里，共款有游客走袂稳，警方赶紧撩水救援。3游客有台湾人嘛有加拿大的人，伫初二下晡5点外，伫花莲秀林乡18路溪附近耍水，溪水急涨，将因困伫溪边，加载拢有救出来，无人着伤。大粒石头结伫车路，而咱花莲连日的大雨，毋但溪水重，山区嘛有灾情。大到顶线汉本段，初3早起8点外，土石汹涌结落来，互交通一时得断站。苏花公路河林到中德路段有6搭出现土石流，封锁几若工，伫初3下晡2点抢通。昨天晚上的8点钟才那么整啊，一直改善了都没有用了。你看这个上面堵石流的也是一样的。管制站头前上北的车站已经排几若公里长，通车的时间延了搁再延。虽然即摆已经抢通，也毋过嘛是有条件开放。中央加强管制，因为4月初3大地震了后，边坡无稳，土石松软敏感，边若落大雨，山就地崩，连铁路嘛受到影响。以前的预警性封路的一个作为，我们会尽量把它不只是降80%以下，后续只要有热对流发布的时候，我们就会来发布公路的一个注意报。惊形形来的灾害影响到交通安全，公路局表示讲，除了保护边坡、强化环向的联络，嘛规划下修有警性的封路标准等措施。不过有学者分析讲，要稳定松软的土石，较有以前经验，上少爱开10年。过往的经验啊，比如说在我们台湾的921地震啊，或者是像日本的这些大的这些地震之后，大概需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会有比较稳定的这些现象。要预防常常发生的灾情，学者建议讲，要找出土石流动的高风险路段，会当做光磅坑顶阻绝构造物。也毋过苏花边拢是山势悬国家，土石若积伫个悬的所在。坦白讲，会当做的拢相对有限。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这边东山天门下晡3点出现39度高温，其他的用电量也到4087万瓦，是有史以来第2高的。不过天气遐尼热，又搁再传出着跳电的问题，外界也伫咧烦恼讲，敢会有欠电的危机。经济部长郭志辉今仔强调，这跳电无代表欠电，会加强设备的维修。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天气是持续烧热。气象署初3下晡是针对17个县市发布高温的灯号。屏东的三地门下晡3点是出现全台上悬温39度，过来是屏东的台二38.8度，屏东当地高雄内门、旗山含桥头嘛拢到38.7度。气象署讲，未来3天高压的势力会愈来愈强，嘛是更有机会会出现极端高温。明天开始，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势力也会有
也会有在更为增强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到时候在未来这几天的一个天气上来讲的整个天气的一个表现上，都会是更为是一个高温炎热的一个情形哦。热天热甲挡袂牢嘛，推升全台的用电量。车三的用电量是到4087万千瓦，是史上第2悬。备转用量率是9.92%。顶好是供电正力的黄灯，加上最近各地都一直跳电，外界关心讲敢有欠电的疑虑。经济部长郭智辉是搁一摆强调讲，跳电是无等于欠电，为着加强供电的完善率，考虑对国外引进移工，强化台电供电设备的维修。因为要赶快把这个外面的妥善率做好，所以这些在外面维修的这些人现在是严重不足，所以我们就是要赶快的这个跟劳动部协调，赶快从国外引进一些外籍移工不过，照现行法规的规定，台湾并无开放能源业会当引进移工。目前台电敢会当引进营建业的移工来做亲像变电所这种工程。郭智辉嘛承认讲，还未和劳动部讨论，但是这件代志是真紧急，在这礼拜就会和劳动部讨论出一个结果。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客家有一间诊所，讲因上界出名的就是预防和治疗中风。不过最近说，互离职员工也讲，这诊所使用来路不明的药啊，讲会当透过注射来预防中风，一套的疗程呢，就要开20万遐尼济。诊所是驳回讲，这毋是药啊，是保健食品。台南市卫生局去查了后，发现到3项确实违反医疗法和医师法，除了会依法处罚以外，也会追查药品的来源。台南市卫生局的稽查人员在接到信息了后，初三中昼来到这间在客家的诊所稽查，因为这间诊所最近是和离职的员工逼供，使用标示不明的针剂，而且都无甲病人详细说明内容。那卫生局将稽查该诊所，确认他施打的药剂之来源跟成分。倘药剂未经过核准输入至药品，将依药事法第83条移送侦办。个人选择啊，观感无共选择，伊都无共啊。下边敢保证伊会好。你若伊会好，人讲开偌济钱就无要紧。诊所外口写讲专门治脑中风，只是一套高价的疗程，搁要家己开20万，是贵松松。各方质疑讲甲伤厉害、伤悍。不过对这个爆料，诊所的人员嘛出面来解说，而且搁提出防指控的药啊，讲这是有独门专利的保健食品，是用啉的，并不是用煮的。是以疗程中是以人参皂苷是给病人用食品辅助的，而且我们在给的时候，我们也有跟病人明确的表示这个是食品，而不是药品，病人也都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也有给病人看过瓶身，病人都没有任何异议。诊所自称，但是卫生局伫稽查了后是发现3项确实，包括伫无经过核准的面积内面诊疗，无照规定开立自费的收据，并且记录嘛无详细写出使用的药品，涉嫌违反医疗法和医师法，会依法做相对应的处罚。另外，防质疑摕来做的营养补充品，会联络来源厂商迄边的通卫生局进一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台湾的禽流感防疫是禁止使用疫苗的。不过，伫咧婚姻呢，有一个细腻的查甫人，伊伫网络顶头买中国生产的禽流感疫苗，含一寡食品做伙进口来到台湾，佮把这疫苗卖互农民。婚姻地检署指挥刑事署等单位发动调查，也抓到一个细腻的查甫人，以涉嫌可能犯到这动物的用药管理法，甲伊提起公诉。你什么物件？这边草很少出来啊。海顺伫咧家己某一间物流公司查到一批货，这个细腻的查甫人嘛，完全信任，讲这1119罐的禽流感疫苗，拢是伊对中国电商淘宝买来违法进口的。婚姻地检今年3月中摕到情报，指挥海巡等相关单位，总算甲人抓到。指挥海巡署彰化查缉队执行搜索，在嘉义某物流分公司扣得1000余瓶违法输入的禽流感疫苗。农业部统计，今年到目前为止，有31间的养饲场有禽流感的疫情，其中有17间伫咧婚姻县。目前台湾禽流感的防疫政策是禁止使用疫苗。防检署表示，主要是因为疫苗会干扰整体防疫监测，甚至会甲病毒带入来，造成防疫的空窗。没有办法真正掌控到
它这个家禽抗体是因为打疫苗来的，还是野外感染来的，我们不晓得。你从中国走私疫苗，它整个制程里面有一些病毒存在，反而会把这个病毒引到我们的家禽场。警方表示，这势力的查甫人今年2月，拢总有买3430罐疫苗，各用食品进口的名机，甲藏伫内底空运入来台湾。伊一罐是550块买来，再用700块卖互养市场。专案侦查结束，依照涉犯动物用药品管理法提起公诉。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印度首都新德里东南方的砖头呢，因为遐办宗教活动，并且正出名的一个师傅来钢筋隧道，吸引5万到8万人来听经。结束的时阵，有个人想要甲这师傅绑一个，所以演变做是下来杀去人打死人的悲剧。警方表示讲，上无有121个人死亡。受伤的人拢阁足惊吓，死者的家属头毛咧大声咧吼，真侪台救护车是来来回回一直咧走，救援人员较紧甲受伤的人扛起冷桥送去病院治疗。这个发生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东南方差不多200公里处的宗教集会，大约有5万到8万信徒参加，这比原本许可的人数是超过真侪。因拢是来听一个本地是警察情报人员退休了后，家己讲家己看到神，而且佮封家己是大师的人讲。迄当初有看到现场的人讲，伫集会结束的时阵，一大堆信徒是忽然间冲过去讲台，希望望到大师，所含维持特殊的志工发生烧烟，才造成悲剧。但是嘛有人讲，是因为信徒方要求讲，爱伫大师坐车离开了后，才会当离场。大师正下出口是徛一大堆人，才发生严重的烧烟烧打。सत्संग खत्म हो चुका एकदम भगदड़ मची है जो इंसान गिर को वो उठो ही ना फिर कुचल के सब मर गए 印度是发生过真侪摆宗教集会所演变做烧烟烧打的悲剧。在2008年有庙办9夜节的庆典，在大门开的时阵，信徒烧钱要入去，结果造成224个人死亡。2013年是因为庙附近的桥聚集40几万人，桥未堪得遮尔重就规个断去。另外，在2016年是庙在放烟火，结果发生真大的爆炸，引起大火。在初二，阁发生这真严重烧烟烧打的事件，印度总理莫迪嘛表达哀悼。मैं सभी घायलों 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ठीक होने की कामना करता हूं। राज्य सरकार की देखरेख में प्रशासन राहत और बचाव कार्य में जुटा हुआ। केंद्र सरकार के वरिष्ठ उत्तर प्रदेश सरकार के लगातार संपर्क में मैं इस सदन के माध्यम से सभी को ये भरोसा देता हूं कि पीड़ितों की हर तरह से मदद की जाए。当地政府讲会提供予每一个死者的家属20万卢比，差不多代表78200的慰问金。另外，嘛会提供予伤者5万卢比，差不多代表2万块的医疗补助。公司新闻新乐报编译。来看巴西有一个大蓝马，伊是有几落百万种的野生动物和食物。这2020年才撞到这20年来上界严重野火，却受到这可汗影响。今年初呢，这大蓝马搁再导火啊，已经烧半年，超过3000盏野火。这烧掉面积达到42万公顷，差不多是蓝马的1/3。当地政府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希望把这块自然宝地修复掉。巴西中西部的潘塔纳尔湿地到即马还阁有火烧的烟雾。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分析半年来的环境卫生图，发现这个区域为年初以来野火栽次数超过3300届，烧掉的面积约近42万公顷，普及林地甲农业用地，受影响的地区占比达到3成。Não sabe, né, que esse fogo veio de lá do Rio Paraguai. Adentro, essa área aqui é uma área da Marinha, nós estamos fazendo apoio para eles no combate. E aí agora estamos tentando terminar, né? Para não alcançar outra fazenda. 巴西潘塔纳尔湿地俗称大烂土地，有几落百万种野生动植物的物种，互人当作是代表多样化物种的摇篮之一。2020年去拄到严重的野火，造成20多年来上界严重的灾损。农民是讲，今年可汗提早报道，根据估算，到即摆野火地点总数比2020年同期加出33%。湿地所在地南马托格罗索省，伫6月20日宣布这个区域进入拢总半年期的紧急状态，导入人力全力拍火。
伫土耳其中部的农业省康亚，农田边啊塌一大坑。虽然当地的大土坑问题已经有几落世纪啊，毋过这几年因为靠海影响，农民超抽地下水，地势地层塌落去，大土坑的数量愈来愈侪，有的是50公尺深。那农民烦恼农地会向塌落去，就连饲精生的人都惊精生落去。专家是讲，当地恐惊就要重新调整农业用水政策。 Hani bunu göz ardı etmememiz lazım ama son 20 yıldan beri de bizim yüzey sularımızı kaybettik. Yüzey sularını kaybettikten sonra Konya bölgesine tabii ki sulu tarıma geçmek zorunda kaldı. 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中国这几年想要占领这重要战略位置的野心是愈来愈明显。不过，挪威政府则已宣布取消北极圈苏瓦巴群岛顶头最后一块私人土地买卖案件，是为着要避免去互中国买去，阻挡中国打到战略要地。那讲到这南太平洋呢，中国正是宣布会开代票7亿左右协助曼纳多去总统府顶政府大楼，目的就是想要限制纽西兰。 澳洲三尖伫咧南太平洋的影响力。为着防止中国战略性的扩张甲渗透，挪威政府随意宣布讲取消北极区内苏瓦巴群岛顶面一块私人土地的买卖计划。这边原本要卖出的数量发给结案，伫苏瓦巴群岛的西南部，挪威甲北极之间总面积大概60平方公里。当地除了平洋甲冰川以外，剩的拢是山。 卖主希望会当卖3亿欧元，差不多新台票105亿。中国迄边的买主嘛已经表达具体要买的意愿。不过挪威政府已经通知所有官员，根据国安法，买卖土地爱国家批准，买主嘛可能会扰乱区域的稳定，甲威胁挪威的利益。根据 CSIS 战略国际研究中心伫2023年的报告，苏瓦巴群岛伫挪威上北边。 离挪威本土大概650公里，离北极敢若1000公里。伫岛上会当固守罗西亚北方南端所在的科拉半岛对外的航线。这半岛嘛是罗西亚的父母仓库，战略地位真重要。另外，苏瓦巴群岛的海域有真丰富的渔产资源甲金属矿产。伫北极冰站扬起了，若这寡资源好开采，北极的航运嘛会更较大发展。中国毋若想要伫北极区争取利益。 伫南太平洋嘛继续发挥伊的影响力。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找伫南太岛国曼纳多首都维拉港出席中国出钱起造总统府大楼的仪式。另外，中国阁要协助起造曼纳多的财政部甲外交部大楼。根据澳洲地区估算，总计会开2100万美金，差不多台票7亿。 中国致力于发展包括瓦努阿图、所罗门群岛在内的太平洋岛国的友好合作，致力于帮助有关国家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中国替曼纳多修建基础设施已经有10年久，是这个岛国上大的资源国家。那澳洲是曼纳多的上大资源国，南太平洋岛国因为战略地位重要，变作中国和西方竞争的必经之地，互因会当相互得利。 除了中国协助曼纳多去总统府顶建筑，澳洲甲纽西兰嘛承诺替曼纳多的隔壁国所罗门群岛出5500万美金来整修机场甲政府大楼。现时美中全面展开竞争，美国的盟邦和中国对南太平洋的岛国的争端嘛愈来愈紧张。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译。 在咧环太平洋军演这段期间呢，各国的军舰拢会出海执行任务。过去若准备维修，上无爱等半年以上。不过，这届军演美军透过3D 列印，干那4点钟就会当制作出替换零件，咱做回来看。 观众朋友会当看到记者即马摕这粒大概有10公斤重的铝车筒，就是靠后壁这台3D 列印做出来军舰的零件。伫夏威夷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基地有2个大型的青色货柜厝是正野目，不过伊毋是用来藏物资的，是3D 金属列印的后勤单柜，代表美军重大改革。 伊会当缩短制作金属零件的时间。现场展示3D 列印的阿鲁米车筒水管，工实在做甲真优。这3D 列印伫3点钟内就会当打造2公斤的金属，佮会当制作无共材质、无共类型的零件。针对表面做更较有路的加工，方便扫落来要拍电久，会当达成陆海空3军的需求。和英国上届无共款的是，传统供应链爱用专用的设施来采购制作，为落订单到完成制作到零件，拢总爱
爱开200天时间。不过即马3D 列印接单，只要4点钟就会当生产关键的零件，上紧1礼拜内就会当交货。 So it has a pretty rapid deposition rate compared to most 3D printing methods, and allows us to print with metal. The unit behind me is the speed cell that allows for post-processing to occur. So just behind me are 2 different furnaces. Those can be used for different heat treatments. 记者即马摕这粒塑胶零件，就是美军陆战队上新的技术，靠后壁这台3D 列印机做出来，只要18分钟，就当做出4粒亲像安尼塑胶零件。伫环太平洋军演进前，3D 列印后勤单位就做好准备，完成世界的救援任务。针对受损的船舰，更有效率来生产金属零件来做紧急修复。 We've been working at Camp Pendleton aggressively, getting out into exercises, taking our capabilities out, showcasing it for the fleet. 3D 列印的后勤单位会当伫陆地佮有船顶来生产，透过直升机运输。接落来，环太平洋的军演期间，3D 列印会装设伫咧美军圣安东尼奥级的2侧运输舰塞莫塞特号顶悬执行后勤的任务，利用实战继续证明因生产的量能。记者黄祖杰、彭耀祖、夏威夷报道。 国会这款修法法案生效，国民党已经出手了，要启动这国会调查权和民众党合作，通过成立镜电视调查专案小组，推派国民党立委吴宗宪做小组的调查人。不过，立营立委认为讲这听书无证据，会期无效，最后是退席抗议。 国民党发出高级动员出席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和司法法制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成立镜电视调查专案小组。但会议拄开始，立营的立委就轮流起立，批评定书无正义。要就一个目前切身为民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要来召开任何的事项，既违法又有违宪之嫌。 这个会议的性质啊，根本就是乱来。张嘉宾讲，召开联席会议必须要经过立法院议会交付。伊讲，煞就随带司法法制委员会委员离开。国民党调委陈出声回应讲，新修正的国会这款法并无规定调查小组袂当用联席会议处理。这和立委是哑巴啊抗议。我最近眼睛不太好啊，你们拿近一点，那个来。 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进前就预告讲，要较紧来成立镜电视调查委员会，但是和国民党抢大声。黄国昌讲，只要目的相同，伊拢支持。我们并不坚持说一定要在院会里面成立调查委员会的方式，在委员会里面成立调查小组，只要能够达成相同的目的，我们也愿意支持。 镜电视案发放接召的争议变作国会这款法修法了后，立法院启动调查权，第一个调查的案，若要是杀国民党立委吴宗宪做小组的调查人，对立营大骂乌白用权力，但说声嘛有话要讲。调查小组全部都是贴黑纸，什么东西都调不到啊。 镜电视发出声明，批评立法院伫短时间内针对一间媒体，就成立3种调查组织，是史上毋捌看过的，侵害新闻自由。佮强调讲，审视过程一切拢依法办理。调查小组的运作期间会对7月初3开始，一直到12月31日。开小组会议的时阵，会邀请机关首长来列席说明。受到邀请的人，除非有正当理由，袂当拒绝出席说明。若是依法行使调查权，举行听证会，嘛可能互镜电视案有新进展。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的艺文表演、电影相关产业这几年受到疫情影响，文化部就透过发放文化币，予16岁到22岁青年，鼓励因用文化币看国片、买艺文表演的门票，希望用这款的方式来振兴产业。不过业界和学生的反应是有好也有歹。文化部长早起就答应讲，会想办法投入更较侪资源。 重庆市边块车厢的舞台剧上演一个社会缩影，艺文产业因为疫情影响真大，所以文化部连续2年针对表演艺术推出会当用文化币设计买青年席位，包括立功剧团的阿介、高雄城市芭蕾舞团的创作芭蕾地顶作品，除了振兴产业，嘛鼓励学生囡仔加入剧场。如果是喜欢的乐团或喜欢的歌手的话，就会有兴趣。交响乐那一些比较有兴趣。 就会愿意花钱去看。学生囡仔是讲会看兴趣消费，表演团体坦白讲对北部票房较有帮助。按过毋拿艺文表演，疫情也互民众惯起串流平台，地属电影院观众流失。台南第一间艺术电影院金贤美剧院，初一嘛宣布要伫8月关门，引起立委的关心。市场越来越萎缩，不管是国片的一个市场，您有什么样的一个作为？黑潮计划也跟行政院要了一个专门针对
台湾的文化内容，包括科技、包括电影、包括电视，还有文学等等哈。也变得110用4年来用。文化部承诺会投入更侪资源，透过文化币，希望有关国片票房。不过，戏院业者观察认为，虽然有票房，不过效果有限。有啊，我是会遇到拿文化币这边是有啦，不敢说非常的庞大了。业者建议扩大文化币使用年纪，通刺激消费。另外，政府嘛应该让消费者知影每一张电影票拢是伫咧扶持台湾影像产业，鼓励消费者加入电影院。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南安南区的中心点有一个天马电台，真正是中央广播电台伫咧使用。自从迁走了后，才就无搁再开发。电园这10几年来是推动公民运动，毋若成立春庙乐团，也为家乡写歌，到打是拢毋捌当过。即马因也当咧联署讲，要争取甲这天马电台基地变做是国家级的台基文化园区，重新活化一个所在。一句一句唱出因家己的力量来普及的心情。去年台江建增200档，因办台江宴念歌诗，各以做伙来唱台江歌办发表会。长以来，一群人用台语写词普及来记录家乡。不止在地人，是外地人来这搭学曲，买当家这拢写做歌曲。互咱像文字安尼流传安尼落去，一代去传一代。我嘛希望我后一代囡仔会当知影，阮透过阮写的歌词，去了解咱这个故乡的故事。台南社区大学台江分校参海尾寮雕风奖合作，发起大庙行学。这18档来，杀一串一庙一乐团，佮有作曲班。甲大家佮合作伙共新守护在地根，嘛形成台江文化运动。这阿公阿妈吼，大哥大姐们，因拢是毋捌音乐的人。拄啊好，大庙兴有开这个作曲班，因来报名了，伊嘛想讲家己拢做袂出来。我会叫因去思考讲，你有这个真的故事会当写，你对细汉到大汉，你从台江这片土地，你有啥物连接？这就是一个足大的力量，会当拿恁这个在地真正的文化，吼用写歌的方式来呈现出来。台江是台南安南区古早的名，123年闸门溪改道冲入内海，形成台江16寮湿地型的砖头。文化生态甲语言，遮拢真多元。毋过有台语老师发觉伫教学现场，母语传承有危机，无抢救恐惊爱面对严重的世代断层。一礼拜正40分钟，就是一节的时间尔啦。所以无够时必须得爱有一定时间外的教学。咱也伫即搭遮设一个较好的场所，有文化、有历史的天马电台，的台江内海的中心点。即搭遮上介好个呀！天马电台就伫台江内海的中心点。民国58年，中央广播电台台南分台就起点遮。106年正式刷走，过当年市府接手来招商，甲土地变更做创意文化专用区。毋过，几若届拢无成。即马地方有团体咧联署，争取国家级台语文化园区，甲公司台语台总部设来遮。有学者讲，即搭确实上界下输。台南400年地仙宫的辅助的，地基隆啊、地仙宫等等，因迄大仙呢，拢伫台南，为迄个岛风内海，甲台江内海，这是一线，伫推动伫策动，也是这线呢，爱甲继续啦。伫迄个文化创作啦，伫台南拢有遮大表现，设咧伫遮呢，会当发挥伊重大的作用。其实因过有袂少人提出意见，只是见摆拢有头无尾。市府112年甲土地交转予中央，咱也是去探讨是安怎头啊兴起尾啊零零的关键原因。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拆小家己关怀别人，教育部对今年3月开始，针对着高中职开放42校试办的身心调适假，按算8月开始推动，新增加互身心调整，正做请假的理由，协助学生调整心情，整理家己的身心状况。讲到台湾这几年来有青少年行底路伤害家己的案件，逐年拢伫咧增加。为了要减轻学生囡仔的压力，教育部规划互大专院校施行这心理假，也要推展到高中职改名过身心调适假。目前规划是学生一个人一学期有3天，请假呢以半工规工做原则。多数学生团体和老师，也搁这老师呢拢是正面来看待身心调适假，认为安尼是会当互学生透一口气面对家己的身心状况。
咱民众出国拢会买一寡盘手，这食药署是提醒民众讲，买回来食的物件是袂当伫咧国内转卖，数量也有限制，总重袂当超过6公斤，违法上济会当罚到200万。不过一寡化妆品对7月开始就无受限制啊。许多暑假是出国旅游的旺季，真侪民众会伫咧国外买当地盘手回来。不过食药署提醒讲，伫国外买的食品，只个人个人食，袂用伫咧国内卖，也袂当有肉制品。而且规粒的或者是规蒙讲的食品，每一种上最是12罐，讲起来袂当超过36罐，总重量爱6公斤以内，价值就要伫咧$1000以下，那么上当会当罚300万。那你在网络上买了东西，买了很多。然后自己觉得，这好像吃不完，或者是用不掉，那我在网络上再翻售可不可以？不可以啊，违反我们的规定会处这个3万到300万。另外，伫药品的部分，民众若找国外药品入境，唔是处方药的，每一种上最12罐，讲起来袂当超过36罐，上最是2个月用量。若是处方药啊有证明物件，就是半年的用量为限，违反规定的，相当会当罚200万，而且也可能有刑责。依照药事法第92条的规定的话，会处新台币3到200万元的一个罚款哈。那如果情节严重的话，我们还会有刑责哈，可能会处到7年以下有期徒刑哈，然后也会并科罚金。另外，民众若是伫咧国外买防晒剂、染发剂、止汗剂这款化妆品，自7月开始无国再限量，也无依然需要符合海关的入境旅客早行李保险报税办法的相关规定。而且根据食药署的统计，在过去4年来，民众查国外食品违规的案件总共查到890件，其中裁处678件，总共裁罚1890万。其中单日案件裁罚上悬的金额是20万。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今年4月时阵，这猪仔走北大了真慢，影响到育成率，佮再加上这天气真热，猪仔胃口无好，饲袂肥，这猪的供应量也拢减少啊。云林肉品市场一日拍卖数量减少1成，这猪肉1公斤平均价格起到94块，如果爱3个月后，这猪肉的价格才会变较稳定。是啊，伫点头家无用川货，最近天气烧热，猪仔咧大是真慢，连带影响市场价销。猪肉价销直日起，有头家表示，起价低数销量减少2成。对，价格有涨蛮多的啦。那这样民众买气嘞？买气差不多少个2、3成。哎呀，太闷了，大家也都不吃啊。我嘛无啥买呀，就平常该买的就是还是要买啊。云林肉品市场表示，最近欧热猪仔胃口歹，咧大是真慢。地区最近肉品市场拍卖猪仔的量减少，较早逐工会当拍卖2300只猪，不过即马剩2100只，整体减少1成。4月猪只的下痢情况很严重啊，育成率也不好，大概是94块多，平均在94块多，但是猪只的重量有慢慢往下滑。就猪只天气太过炎热啊，猪只成长速度很缓慢。云林肉品市场表示讲，因为即马猪仔大真慢，供应减少，天气若继续烧热，会当卖的猪会愈少，价销会继续起。按算中原迄卡刀会上贵，猪肉若要落价，按算搁爱3个月时间。记者云林报道。即摆人真接伫咧网络顶头买物件，或者是叫外送。不过，这物件呢，却造成粪扫量增加。台南市环保局统计，这5年来回收量，纸类加塑胶增加7成。为了要降低粪扫量，落实主管回收，7月开始，市政府会加强稽查。另外，8月伫咧永康的2个里，也要头一摆来试办粪扫袋仔透明化。民众桥倒摆内底粪扫，客家人员无定时会甲粪扫袋仔挂好开。当场有民众随风查到内底有铁壳仔甲纸盒仔等咧内底，像安尼无照规矩回收乱弹的，伫台南即阵也有15趴。台南市环保局7月开始加强稽查，若看到无效，相关的罚6000块。嘛有人会甲粪扫拢会掺喺内底，是安怎？就加减啦，有的有，有的无啦。
干那啦，抓足一种乌白甲伊揽。即马开始执行，就是会经几条路线，甲粪扫地啊破好开来检查内底内容，敢有咱的迄个厨余，还是讲资源回收物，以换得为主。如果你若是强制讲你一定要等粪扫车，安尼就牵涉到违法的问题，咱就进行处分。环保局统计，这5天纸壳甲塑胶制品的回收量增加7成，这拢是因为愈来愈侪人伫网络买物件叫外送。为着要降低粪扫量，监督式回收政策，因按算8月到10月，要伫永康林口第2段的福华里甲胜利里试办粪扫地啊透明化政策，地方侪住户赞声支持。有力量建议政府爱呼吁厂商减少污地的数量。变你源头袂咧做啊嘛，伊无做污地的量就减少，减少咱就较好处理工作，甲因宣导，互因知影，讲当时开始要改做透明塑胶袋，安尼互阮这百姓。里面也好，安尼互因会较会了解嘛。若透明的吼，咱会当垃圾都可以分类。阮伫厝拢嘛安尼啊，拢有回收。环保局指出，若粪扫地啊透明化，稽查人员会直接看敢有人违规，就免去打包挂开，避免拖到倒粪扫的时间。因讲试办若效果袂歹，会扩大推扫。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为了要解决这乌多摆乱停的问题，中华县政府去年6月开始，伫中华火车头参病院附近部分路段开放这电话卡会当停乌多摆的政策。今年7月，搁再增加2个路段，有民众是真认同。有这新兴障碍团体也伫咧烦恼讲，安尼影响到因行路，希望政府就爱甲这配套措施做好势。停车格满满拢是机车，暂停营业的戏院电话卡嘛拢互机车挡掉咧。中华火车站附近的机车位歹找，为着解决机车违规乱停的问题，中华县政府去年中试办开放电话卡停机车政策，民众反应袂歹，表示真利便。骑楼停车还蛮可以的，如果遇到下雨的话，这不会淋湿这样的呀。习惯人全部一个新车位，进目前吼，现是做较小可改善一寡无，无是较早起来，警察真认真咧开单。根据统计，2021年参2022年，中华市乌多摆违规停车取缔案件拢有10000外件，民众真情机车真正无地停。县府去年6月15开始，陆续伫中华火车站参病院附近的14个路段开放电话卡停机车。今年7月，搁增加中华市华山路的5信银行参中华路这2个点，但是电话卡停机车有身心障碍团体烦恼会影响因的用路权。开放一些，比如说像银行门口啊那一些，那你其他的话，可能我们已经习惯说那个空间了，所以你现在又开放的话，又停车可能又会造成过路人还是我们身障人士的不便。公告的时候也有明定相关的停车规范，要停骑楼时就是要用牵引的方式哈。另外在3.5公尺以上的骑楼部分，我们以停1排为原则，为了就是要保持1.5公尺的径宽哈，让行人可以方便通行。交通处表示，虽然有开放电话卡停机车，嘛是爱遵守相关的规定，绝对爱留1.5公尺块行路空间。违规的话，警察局也是当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600块以上，12块以下罚单。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第35届团结金曲奖的入围名单今仔日公布啊！这戏剧表演类特别奖是由推萨戏剧艺术半世纪的北艺大名誉教授曲坤良得奖。曲坤良除了做研究，佮写剧本，也做导演，是下领域的戏剧人才。今年团结金曲奖这戏剧类报名数量比去年增加15%。团结表演中心表示讲，这显示台湾传承这传统戏剧风气有伫咧活泼发展。第35届传艺金曲奖戏曲类表演特别奖得主邱坤良老师，恭喜！第35届团结金曲奖戏剧表演类特别奖颁予顶进推萨戏剧研究、推广半世纪的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名誉教授曲坤良。曲坤良除了做研究、推广戏剧，也写剧本、做导演，是全方位的戏剧界先辈。台湾从事台湾戏曲表演工作的，那没有人不可能不认识邱老师。那邱老师从民国应该60年，大家可以知道那时候的政治环境、表演文化的环境里面，要去从事研究台湾戏曲这样的一个对象，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
也拿最佳演员奖的入围名单有歌仔戏演员郭一焕、美雪，成立歌仔戏团的李静芳、邓美云，还有国光剧团的陈清河、黄武林入围。上大奖最佳年度作品包括邓美云歌仔戏团、台北海鸥剧场、台北木偶剧团、腔剧场甲江之翠剧场合作的戏，秀琴歌剧团，还有永兴客家彩蝶剧团的戏剧作品，这届拢入围。今年呢，其实呢，戏曲类虽然只有10个月的报名，那增加了15%的件数的比率。现在我们更有计划，而且也更鼓励呢传统看家的，或者是新编的，甚至于是跨域的，我们有过去传统的丰厚经验的累积，以及时代新生命的力量。团结中心表示，今年团结金曲奖戏剧类的报名数量有315件，平顶届275件，增加40件，显示传统戏剧一直有新人加入，等咧活泼发展。这摆团结金曲奖8月31日台湾戏剧中心举办，有网络甲电视台转播，共同见证传统艺术的水。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高雄基甸这造船产业真出名，为着要互囡仔了解故乡的海洋产业甲文化，今年校内呢，这基甸的中州国小举办海洋科学 AI 书记营，学生囡仔实际行踏，而且囡仔也家己做4只木船，囡仔伫4只船拢落水，也无记渔船落海的祈福仪式。学生摕起水为船头压，扫落来校长搁摕汤仔饼、乌白压，学生囡仔拢伫下面接，因为着这4只新船落水，举办祈福仪式，这也是基甸当地新船落海的传统。囡仔体验渔民的祈福、平安丰收的文化，现场气氛是真热烈。遮的民众那像是遐鱼啊共款，遐鱼群共款，大家拢来捡遮的汤啊甲饼啊，落海以后会当丰收。阮伫咧学校，互因了解讲阮会当亲手做一只船啊，唔那是阮目睭当看到安尼尔。初三即天，中州国小18位囡仔先伫学校做伙制作这4只木船，下晡才来到爱河边落水。学生坐伫船顶，用桨啊、豆豆啊过船，就行无细枝的扁船。学校伫校内来举办这个海洋科技 AI 营队，学生利用时间实际到故乡行踏，因个会运用 AI 科技，甲海洋的水编写做一个故事甲一条歌。脚踏车去第2港口看大船入港，搁有去造船厂看人安怎修理大船。有用电脑学着 AI， 伊会甲阮做图、做故事、做歌。AI 真方便，真趣味。这届营队是家父基金会提供经费，基金会表示讲，希望透过营队，互基甸的学生囡仔体验 AI 科技，也当实在故乡的海洋文化。记者钟义辉、顾兆勇高雄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台北桃园新潮对27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7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7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